大家好啊，我係陸仔，今日帶大家嚟咧到太和邨一個員工單位。今次呢個單位咧係一個專為咧3代共居而打造嘅設計。做3代共居嘅單位咧，其實最緊要咧，其實唔係個風格，而係點樣有限嘅空間入邊咧，平衡翻家庭交流啦，同埋嗰個私隱啊。所以喺嗰個規劃上面咧，我哋除咗好強調個空間共用嘅互動性啦，其實亦都好花咗好多心思去規劃每個家庭成員專屬嘅私人空間啦。咁確保大家住埋一齊都可以好熱鬧啦。仲有咧就係有足夠嘅個人空間。一開始同業主溝通嘅時候咧，其實業主就有提過啦，好中意日本嗰個和式設計，所以我哋咧唔單止喺加入嗰個日式元素咁簡單，而係透過運用日式嘅趟門咧，同琴片嘅材質去營造嗰種自然啦、通透嘅空間感，令成個設計更加咧襟睇。成個單位嘅重點咧，一定係嗰個浴室嘅改造啦。針對咗好多家庭最常見咧爭廁所呢一個煩惱，我哋咧係參考咗日本個澡堂3分離嘅概念，將去廁所啦、刷牙洗面啊，同埋咧沖涼嘅區域咧，其實完全係獨立分開咗啦。咁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就算一個小朋友喺度浸緊浴嘅時候咧，都係完全唔會影響到其他人去廁所啦，同埋刷牙洗面嘅。呢個就係我哋點樣去透過空間規劃去實實在在咁解決生活上嘅難題。其實做室內設計咧，最滿足唔係點樣整到間屋幾靚，而係見到真正咧個設計係解決咗咧嗰個家庭成員嗰個生活難題。今次喺呢個單位咧，透過咗規劃嘅重新嘅演繹咧，令每個家人咧其實都可以擁有咗更高嘅品質啦，同埋個生活節奏。呢個先係設計嗰個真正嘅價值。咁如果你哋都嚮往呢種兼顧美學同功能嘅生活空間呢，我覺得你哋呢就要第一時間 subscribe 或者 share， 記住 like 埋我哋嘅 Facebook。咁今日就講到咁多先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